好啦，乡亲啊，继续要来看这个南投县、新竹县甲苗栗县三县联手来推出着中台湾好耍卡，从7月初1开始来启用咯。早这张好耍卡，3个县市总共33个景点，在你经6个地点耍甲痛。 对你唱，对你跳，大家拢做欢喜的，莫定定酒里厝里，咱出门来佚佗。含家人朋友看一出月落，做伙过船游南投的日月潭。来行新竹内湾的吊桥，食水花粽，欢喜八粽。还佫有苗栗古铁道，咱来骑脚踏车。 7月开始，干了一张中台湾好耍卡，就当游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3个县市33个景点，互你耍6个。咱买当来清境农场看羊仔，买当去合欢山看天星，甲你介绍南投限定版的好耍卡。哪里凉快哪里去哦。其实南投县有大山大水哈，那所以其实到南投来，是最消暑的一个地方。实体卡哈最少都有达到5折以下的。 过来，咱来去南投中兴新村，过去是新政府办公的所在，但是今晚不是林冰冰的办公室，会当食热豆碰，顶管那个有新店的歌艺。其实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说，原来以前省政府的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的一个官厅设施在中兴新村里面。搭配沙背馆，南投县政府嘛推出旅游加码抽机车，互你有机会坐车来开车走。